QQ 過年係團圓嘅日嚟，斯坦人會做貴族嘅澎湃，本出外中打拼嘅新人嘅事。其中聽說愛用嘅食材就係泡菜，佢係用起司嘅芥菜，經過日頭曬，腳輕冷，直到硬嘅度，並3到6張熱就好食咧。客人食福群欠嘅精神，透過泡菜傳到今。團圓嘅時節，一鍋泡菜豬肉湯，冒出一盤泡菜燉排骨，都代表平安、壽暖，係個對個體人豐收嘅期望。